出埃及记33章12节到23节。咱做伙来读，请。摩西对耶和华讲：看，你对我讲，将这百姓传入去，总是互我知，你要找一锤到我三角去。只有讲，我用名拣了你，你伫我面前也得到恩典。我若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，互我捌你，通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。你着少年即族是你的百姓，耶和华讲，我要信心甲你去，互你平安。摩西对伊讲，你若无信心甲我去，就毋通带我对遮进去。对怎样会知我甲你的百姓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？敢毋是对你甲我三角去，互我甲你的百姓地上万百姓有分别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所讲这个事，我也要做你，因为你伫我面前得到恩典，搁我用名拣了你。伊讲：求你互我看见你的灵光。伊讲：我要互我一切恩惠，经过你的面前，也宣布耶和华的名，伫你的面前，我要受恩伫我所受恩的，我要怜悯伫我所怜悯的。搁讲，你袂看我的面。因为无人会看见我耶和华，耶和华讲：看，当我遮有所在，你就徛伫石盘顶。当我的灵光经过时，我要把你摕伫石盘旁内，用我的手将你听候我过去，然后我要丢我的手。倒转，你就会看见我的脚者后，总是袂通看见我的面。这时要请魏荣光牧师来为咱来讲道。今仔的讲道的题目是为着荣耀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今仔日会讲代表男性来到后部教会，甲大家来敬拜上帝。今仔日是男性主日，嘛是代表男性来负责，甲大家来请安。咱会当看到周报内面有即个奉献地，这就是为着男性主日特别来奉献。后面会当看到因。为着什么款的款项来募款？伫我读神学院的时阵，是搁伫去新的图书馆。图书馆也是新学生上重要的资源，因为最册会当互阮知影神学的背景、圣经的背景，伫牧会中间也是心理学，也是伫牧会中间怎样甲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做真有好的关系。我知影即个咱的牧师嘛是甲我同款，拢是男性的，我嘛是伊的学弟安尼。今仔日真欢喜，拢会当伫遮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分享前，咱做伙上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祝你呼召阮拢会当伫你的面前，互阮拢会当伫遮敬拜学落你。求你看顾阮，互阮拢会当伫即个土地中间来见证主你的荣耀。主，你的话着诚做阮骹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帮助阮拄着困苦、困难，也是人无法度来处理的时阵，你互阮知影，伫人袂话，伫主你凡事拢会
帮助阮拢会当借着主你的话语来做成阮的勇壮，互阮拢会当定心得到快乐，亲像金鸟天势飞悬。主阮今仔日也透过南神主记伫即个所在做伙分享，也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祝福台南神学院，互阮所讲的、所听的，平平拢会当得到利益。主阮将以下聚会的时间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愿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伫即个所在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做魏英光。伫我的爸爸妈妈拢是基督徒，所以伊号即个名就是即个台语所讲的为着阳光上帝，所以叫做为阳光。这是我的名的由来。伫我的名就是为着阳光上帝。其实我对细汉的时阵想袂到，我会真正是全时间来服侍上帝，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，也是主的安排。伫我2021年是对我的母校台南神学院是毕业。2021年毕业了后，即个神学生吼要抽教会的分派，拢是爱抽签。伫我抽签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就爱祈祷，这是我第一间教会，主我就爱来到即个教会中间为你做见证啊！我咧要来为着你做工啊！所以伫2021年的时阵，6月30号抽签，我就讲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，拢会当抽到一个下伫你教会的即个教会所在，互我拢会当伫遮来牧会。毋过吼，我的心内是讲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会当留伫南部就好，因为我是南部人，我无想要来台北。我只要无来台北就好，求主你帮助我。所以看到我徛伫遮，就知影上帝无做成啦。毋过做成的代志是伫即个教会是下伫上帝心意的教会，就是平安教会。我是伫平安教会伫牧会。伫即个所在，其实我心内侪毋甘，因为我对头到尾拢无离开过超过台南即个所在。我是高雄人，我对细汉幼稚园到伫大学拢伫高雄读册，只有即个神学院的时阵伫台南神学院，所以我无超过伫台南以上的所在。我今仔日伫即个所在，真正拢是上帝伊的引带。即个来到台北的路程吼，对我来讲是真大的挑战，因为我无来过遮尔远的所在，并且爱住伫遮，爱伫遮来生活。这就亲像阿伯人同款啊！阿伯人是耶和华伊呼召伊，伊讲你著爱离开你的本地本祖老辈的家，来到我要指示你的所在。毋过上细来读即个经文的时阵，你看第11讲了后，伊阁有甲阿伯人讲要去啥物所在？无呢？伊只有甲伊讲，你爱离开你的本地本祖老爸的家。上帝无甲伊讲你要去倒位，伊只有讲我要祝福你，互你诚侪大国。伫即个所在，莫怪阿伯人会当伫即个圣经后面的人称呼伊以圣心的老爸，就是因为伊根本就毋知影伫倒位，毋过伊却知影我是爱遵照上帝的旨意。即个真正真无容易，我嘛会当真体会阿伯兰伊的心情。你看，阿伯兰伊是毋知影伫倒位，我抽签抽起来的时阵，阁知影我是要来台北中会平安教会。我就想到伫即个抽签的过程中间，因为伫抽签的时阵，第一抽是顺序签，就是等一个你要第几个抽签。阮迄届差不多有即个20名的新学生要来抽签。伫抽签的过程，我是顺序签第8签，就差不多中间的位置。伫抽签的过程中间，南部的人拢无想要抽到北部，北部的人拢无想要抽到南部。因为大家拢无想要离开咱的舒适圈嘛，人就是安尼。
伫即个所在，伫头前的即个北部的枪抽了，拢差不多啊，剩一支即个北部的枪，就是台北总会啊。迄个时阵就只有平安教会，所以伫我头前1到6拢抽差不多，北部的枪拢抽了啊。迄个时阵阁有疫情，所以咱抽签的时阵，阮抽签的时阵是视讯抽签，边仔坐我的爸爸，边仔坐我的妈妈。我就甲因挂保证，恁放心啊，绝对伫南部，要无吼就是空白签。结果抽起来，大家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哦。台北中会哦，南部的同学哦拍破啊，因为北部的签都抽了啊哦。我伫边仔吼，看到一边看我的爸爸，一边看我的妈妈，阮2顿无食饭，伤过艰苦啊！要来北部来舞会，这真正是一个新的环境，真无容易。毋过这拢无要紧，上重要是咱敢会当为着上帝国度地传福音。今仔日是用即个出埃及记33章第12、19、第23节来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。摩西是一个真厉害的领袖，伊带领遮尔多的百姓。圣经讲因出埃及的时阵，是即个查甫人是60万人。娘准讲吼，伊是有家庭，伊是有囡仔生2个，咱会当家乘3。差不多就200万人安尼。你看，带一群遮尔大阵的人要来出埃及，伫即个时阵，上帝只有差派伊，毋过阁有伊的姐姐、伊的哥哥阁有伊的岳父，遮尔侪人，毋过核心领袖只有摩西。伫即个经文中间，伊讲伊的百姓是啥物款的百姓啊？即个是暗棍仔年的百姓。什么是暗棍仔年的百姓？咱会当看到即个图，即个图是有一个牛，一个牛吼，伊的暗棍仔有锁伫即个牵引绳。遮尔侪人吼，有即个牛。当人伫有即个牛的时阵，伊即个牛吼，着爱反抗的时阵，伊的暗棍仔是非常的出力的。所以伊的暗棍仔着真重，真无顺服。你看牛的方向甲人的方向敢有共款，是背道而驰的。所以这就是伫原文中间，伊的原文叫做卡雪福，是上倒手边即个你看无的即个字，这是希伯来文。伊的原文的意思是固执的意思，是卡雪福。伊是原文就是固执残忍的。即个上帝讲，遮以色列百姓就是暗棍仔年的。即个暗棍仔年的百姓是爱怎样行到即个老年甲密的地？为什么因行了40年？就是因为伊讲啊，百姓暗棍仔年。圣经就常常提醒咱。真侪故事就是爱互咱来知影，咱爱怎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才是合伫上帝的心意。莫甲以色列百姓共款，常常埋怨，无顺服，固执。伫即个中间，咱爱怎样甲上帝有好的关系？就爱亲像大卫伊所写的诗，就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勒入伊的院，就感谢伊，就俄勒伊。你看，伫无顺服上大的所在是倒位？喙呢？你看，百姓埋怨，百姓无顺服，常常拢是对喙来开始。安尼尔准讲，咱是学习大卫的俄勒甲感谢，即个状况真无共款。过来，我要来甲大家分享，伫摩西来引带因的过程，就亲像我备考神学院的过程。伫遮我嘛感谢上帝，互我伫考神学院到伫我无会的中间，拢是有伊的带领甲固守。常常着我要去读神学院进前，着爱甲小会来报告讲，我想要去考神学院。这个时阵，着侪的兄弟姊妹着知影讲，我要去考神学院啊。着有兄弟姊妹着讲，阳光，
听讲你要去考神学院哦，你个性真好。我甲你讲吼，这个教会人拢真歹吼，哦，你会互人欺负吼。我知影，后部教会会友拢真好啦，毋是因嘴内所讲的啦。我着嘛想讲，哦，对呢，我遮尔少年，我爱去舞会，我爱处理人的问题，其实无真简单呐。我着在想，我到底为虾米爱去考神学院？我爱怎样甲每一个人在讲考神学院？我真正敢会使？这个状况就亲像上帝竞选摩西的时阵，上帝竞选摩西，摩西讲虾米？啊，无爱啦！我的嘴袂讲话啦，讲无好啦，左口笨舌啦，对无？伫这个中间，我着感觉伊互上帝竞选的时阵，伊感觉伊袂使。我嘛感觉我真正敢会使来考这个神学院。虽然我伫我的家庭中间，我的阿公、我的阿祖开始就是基督徒啊。我伫细汉的时阵，哦，这是我细汉真古锥吼，哦，这就是我伫我的舞会第主日学的时阵，对我来讲，伫教会第成长的时阵，就是真一般、真正常的代志。毋过我对细汉时阵，着对头到尾无想袂到讲，我想要来考神学院啊。对我来讲，去教会总是只是一个习惯啊，无去教会感觉怪怪。所以伫教会中间，我嘛无立即讲要来做牧师，要来做一个传道人。想袂到，着伫我高中一年的时阵，我的高中一年的时，我的妈妈互医生诊断出得到癌症，癌症。伫这个癌症中间，我着感觉妈妈就是我弟弟上好的朋友。认真讲，我无妈妈，我会真艰苦，我会真毋甘啊。对于我来讲，妈妈就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欢喜快乐艰苦，拢甲我的妈妈来分享。当我伫知影妈妈得到癌症，医生甲阮的家庭讲，妈妈可能已经时间无够济的时阵，阮真正是必找伫即个所在来祈祷。伫经文中间嘛讲啊，伊讲伫约翰福音第11章伊记载，即个病无得到死，就是为着上帝的荣光，互上帝的囝对即个得到荣光。即个是伫妈妈破病的这段时间，真侪阮上好的经文，对阮的牧师、牧师娘、教会的正兄弟姊妹伫这个中间，拢常常来到阮的家庭，为着妈妈来祈祷。当我着感觉我啥物拢毋捌，我嘛毋知影，我只有简单第一届感觉，认真讲，上帝会当来救我的妈妈。我愿意互上帝你来使用。当然，这个有可能只是初代的信徒对信仰无遮尔了解的一个利益的交换。当然，信仰毋是安尼。毋过对细汉的我，就感觉我第一届想要来诚做全职的这个服侍者。这是我第一摆的中间。毋过我伫永存细汉的时阵，拢常常伫拍电脑。伫拍电脑的中间，虽然有安尼的即个感受，想要诚做上帝的仆人。毋过我是阿东的后裔，我犹原伫犯罪中间继续耍电脑。伫这个中间耍，我开始耍电脑，嘛袂记即妈妈破病的代志。就直直到伫即个大学的时阵。对我高中一年的时阵，到伫我大学是读资讯工程系。伫我读资讯工程系，我对写电脑的语言也是算数学真有兴趣，所以我3年就读了啊。我着第4年的时阵，我着想讲，我第4年嘛无代志，我着去做工课。结果我着去做工课，我着对魔术足有兴趣的。所以我就去一个魔术店打工。
伫即个魔术店伫打工的时阵，就爱来应征魔术店。伫即个魔术店中间，我就甲即个店长问讲，请教一个敢有欠缺即个店员安尼？伊就讲无欠。到伫我大学4年的时阵，我大学的时阵就直有闲的时阵，就去问伊讲，敢有欠人安尼？到伫我真正大学4年真有闲的时阵，我真正甲伊讲，伊就甲我讲，你毋是直问讲，敢有欠店员？即摆有欠啊，你会当来打工啊？我就讲好，安尼我就准备要去来打工安尼。结果迄个时阵是暑假的时，即个暑假是我原本有安排去韩国短宣，就是宣教安尼。结果店长甲我讲，你后礼拜就会当来。我就想讲，我后礼拜就要去短宣，我就转去甲我的妈妈来参详讲，妈妈，迄个我刚会当卖去短宣啊，因为魔术店的店长甲我讲，即摆我就会当去迄个工作啊，所以我后礼拜的即个短宣我就无要去啊。妈妈就甲我讲，哪会安尼？即个你爱知影你的顺序是，你先答应即个短宣，店长才甲你讲，你会当去做工课。我嘛甲你讲，若准讲即个魔术店是上帝伊所安排的，你短宣转来，你嘛会有缘有即个工课。我心内想，妈妈讲了真对呢，所以我嘛是选择去魔术店做工课。恁敢有详细在听？有啊，无啦，我选择顺服妈妈去短宣啦。我来甲你考试，敢有详细在听？我就顺服去短宣。短宣转来的时阵，真正即个工课阁有伫咧。我就知影即个工课就是上帝备办互我的，所以我就伫魔术店做工课差不多1年的时间。有一届我就看到有一位牧师，伊叫做邝建雄牧师，伊是一个新加坡的牧师。伊来到高雄，伊就有一个布道会，伊就是用魔术来做布道。迄时阵，阮所有的魔术师就讲，有一个真好的牧师来到即个高雄诶，做伙来看即个牧师好无？我就讲，好啊。所以，阮所有的魔术师就去迄个看邝建雄牧师。结果，因看了魔术就离开我就对头到尾，就看了魔术嘛，听了牧师的讲道，才离开。我心内第2届有即个感动，我嘛想要徛伫即个讲台，用魔术来报道、来传扬上帝的福音。你毋免期待我今仔日无要变魔术，伫即个所在，我就想讲我嘛爱来回应上帝的听。伫即个细汉的时阵，妈妈就教我爱有疼心，所以我伫魔术店即个做工课的时阵，我嘛常常去即个义演，就亲像即个这个孤儿院，现在说的是对，现在说的是育幼院，伫即个所在来变魔术，互遮囡仔在看。伫我细汉到伫大汉的时阵，我感觉这就是上帝听伫我的中间，用疼心来分享伫我身边的人。伫马太福音嘛讲伫25章第40节伊讲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至微细的一个，就是行伊伫我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就是我第2届有感动，想要来考神学院。伫考神学院的过程，我嘛真紧张，嘛毋知影要怎样来准备。即个真正是互我知影是上帝伊的备办，上帝伊的引带。到伫要准备考神学院的时阵，就是亲像上帝来引带摩西共款。你看摩西甲耶和华伊安尼讲，你甲我讲要带遮的百姓。
毋过你无互我知影，伫我的身边的人你是初一嘴，你没有告诉我旁边有谁呢？啊，毋过伫13集的中间是讲啥物？伊只有求一件代志，就是我爱上帝，我爱耶和华你啊，你伫我的面头前。14集伊就讲啊，我要亲身甲你去。这是上帝亲自甲摩西讲，我要亲自来甲你去，我就要互你得到平安。伫即个中间，我就会当想象摩西迄个时阵，遮尔无法度的时阵，伊只有祈求一件代志，就是上帝，你爱甲我伫地。当我考神学院的时阵，我嘛想要将家己来献互上帝。所以伫报考神学院的中间，就爱有2件代志，就是爱有大学的毕业证书甲成绩单。毋过当迄个时阵爱报名考神学院的时是4月，毋过大学要毕业的时阵是6月。所以正常来讲，4月伊无可能互你毕业证书甲成绩单嘛。所以我就毋知要怎样啊，因为学校就是无法度来办即个毕业证书，我就甲即个系主任啊来讲啊，我学分拢修了啊，我会当开互我毕业证书嘛，也是一个证明，讲我会当毕业。因就讲袂使呢，拢是爱等学校的定数。我甚至是找到校长，伊嘛讲无法度。伫这中间，我就想讲哦，安尼袂使，我就明年才考啊。结果伫我甲妈妈讨论的时阵，拄好即个我就有一个感动，要去拍电话互神学院，我就解释我的状况，我学分拢修了啊，我准备要毕业啊，只是学校讲要等时间才会当互我毕业证书。即个学校就甲我讲啊，哦，是安尼的状况哦，安尼你会当先来报名，领准讲吼，你有考着，你补交你的毕业证书就好。哦，我真正伫即个所在真感动，因为真无可能是无毕业证书就会当去报考，所以伫即个第一个就安尼解决啊。第2项代志是我爱做兵，我是查甫，大家拢知影吧？知 ，OK。就爱做兵，所以伫爱做兵的过程中间，真侪牧师拢无可能是遮尔顺遂，因为拢卡当兵啦。伫考即个要做兵的时，我就在想讲，我爱怎样？到底是爱我是85年的，我到底是爱做4个月的兵，了后才去考神学院，也是先去考神学院了后休学去做兵？所以我就在想讲，到底怎样较好？迄个时阵就即个嘛有兵单检验，叫我去体检，我就去体检，体检了后就剩等即个兵单下来。等兵单的时阵，就想讲哦，到底爱去考无啊？领准讲无去考嘛，真无彩安尼。就伫讨论的时阵，妈妈阁一摆提醒我：你为什么直直用你家己的方式来烦恼？为什么你无爱将你的时间、你所有的问题祈祷互上帝知影？这个时阵，我才知影，原来我每一届在处理每一个方式，拢是靠我家己，我拢无靠上帝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我嘛开始认知到我的信用，所以我认真伫上帝面头前在祈祷。在祈祷的时阵，迄个时已经5月啊。这时是李干事就来弯刀送这个兵单。这个李干事就来甲我讲，魏荣光，我就讲是我。伊就讲，我看卖这个兵单吼，这个是你的名，你只有做12天的兵。我先来就想讲。为什么啊？有做过兵的查甫就知影，领准讲你无是正常意，就只有2种的代志发生。第一
是你是家庭的这个收入唯一者。哦，若准讲你去做兵，你的厝内就无人有收入啦。吼，这是第一点。我知影我的家庭毋是啊，我知影我的爸爸妈妈搁有即个有小可工课，所以第一个绝对毋是。第二点就是即个意男吼，伊身躯有病痛，哦，心中有破病，哦，心脏病也是扁平足，也是安怎？我就想讲，我知影第一个无，无就是第二个啊，就是我身躯有安怎无？哦，即个我就真紧张啊！李干事就甲我讲，哦，是你想缘投啊？毋是啦，我想瘦啦，我想瘦。伊就讲，哦，是因为你想瘦啦，所以你只有做12天的补充兵啦。哦，我就讲，哦，想瘦嘛会当做即个补充兵哦，安尼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我就只有做12天的补充兵。好，安尼12天就真重要啊！这12天是第12天，明年还是后年，还是后年？这个12天就真重要。迄个时阵是5月，伊就甲我讲，哦，迄个因为我6月20号是我大学的毕业典礼，我7月9号到7月10号是我要去考神学院。这个兵单落来的时阵，就拄是我25号做兵，7号做了兵，这个了后9号考试，所以我考神学院的时阵是剃光头去考试。我去考神学院的时阵，就讲你是来参观神学院吗？我讲无，我来考试的。这个时间拄是拄好，我毕业了后就做兵，做了兵就来考试。大家想看卖哦，你若准讲是靠人的方式，敢会当有法度拄摆伫即个所在？无可能，真正是上帝的意念，搁较悬人的意念。当我看到摩西伊嘛是安尼照着顺服甲信心，伊毋知影怎样来带领百姓，伊求一件代志。求主你爱教我三个字地。伊知影伊家己无能力，口才无好，我嘛是共款。我伫遮尔少年的时，所有的人看到我讲，哦，遮尔少年着做牧师，我拢会甲大家讲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毋是我啦，是我顶面的阿爸天父。我知影我有真侪能力的欠缺。伫即个所在，靠我家己绝对是袂话。若毋是上帝伫我的心中，我无可能行伫即个所在。我真正相信，这就是上帝引带我头前的路径。我嘛相信，这就是上帝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。这就是上帝甲摩西同在，即个是上帝嘛甲咱同在。摩西就甲上帝讲啊，你着爱亲自来甲我去，你若无亲身甲我去，我嘛毋带遮个百姓来带进去。摩西对头到尾只有来找求上帝。你敢有相信上帝甲你伫地？你敢有相信上帝引带你头前的路径？摩西知影伊家己的软弱，靠伊家己无可能，伊的口才无好，伊的能力不足。上帝讲：我甲你伫地啊！伫即个所在嘛，透过15、10、16、10的中间，互咱会当掠掉奇妙的恩典。即个时，我要去考神学院啊！到伫要考神学院的时，是爱通过小会。中会才会当考神学院。到中会的时阵，我去甲中会的面试官底面试。面试的时阵，中会的牧师就讲：你遮尔少年，迄个时我台语嘛讲了无练转，伊就推荐讲吼，推荐毋是推荐去考神学院，推荐你去社会做工课。所以伫这中间，我嘛在思考，到底爱听迄个中会先去有社会的经验，
甲人怎样斗阵处理人的代志，搁转来到底考神学院。迄个时我嘛真正袂啥来表达，即个也真紧张。伫即个所在，我对信仰吼嘛无啥物即个认目。要考神学院，爱考论述文、新约、旧约、英文最后面试。伫即个中间，我真正就感觉真无可能。我家己嘛真袂晓读册。毋过伫即个所在，上帝嘛是一个骹步带领我。到伫考伫即个论述文，就是亲像要当场写一个工篇共款。伫我写工篇的时阵，有读过大海拢知影，即个写愈侪教授就互你笔墨分数所以我看到即个考试单是安尼，拢是一条一条线，我就想讲好，袂晓写嘛爱写互甜，所以我就对遮写了对遮，我就写互甜安尼。到伫最后，真正上帝互我伫即个所在，真正是随梦袂晓随梦无信心，毋过上帝也是拣选我，也是互我顺利伫即个所在。考了试，就是听候伫放榜，伫即个所在，就有伫放榜的时间，就有学生伫讨论，有人考4摆，有人考5届。我嘛安慰家己，安尼我只有考1摆，我考第2摆嘛不要紧啦。伫即个所在，其实上帝嘛真互我有特别稳定，伊互我第1届考，就安尼会当入去到伫神学院受装备。就亲像即个耶和华对摩西伊安尼讲：你所讲的即个事，我也袂做伊，因为你伫我的面前袂得到稳定，搁用我的名来经你的名。真正是上帝伊的安排，伊互阮伫即个所在，绝对拢毋是偶然，拢是上帝伊所有的备办。伫最后，我用几个经文甲大家分享。我家己真正知影，我家己是背话，毋过我知影，我爱祈求一项代志，就是所有的代志，我拢归荣光互上帝，我拢求上帝伫咱的中间，求上帝伫我的中间。即个哥林多前书第1章27节，就是上帝伊所拣选的。上帝伊所拣选的人，毋是所有的朴素牛的人，毋是人感觉厉害的人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27节是安尼讲：上帝经世间的公义，来互智慧的人见笑；上帝也经世间的软弱的，来互勇壮的见笑。当人有愿意的心，上帝伊拢要使用。毋是只有做牧师、做传道人、做祭司，才是传福音。总是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着为主做见证，就会当来成做上帝伊要使用的器躯。当咱爱一步安尼来行的时阵，就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第一，完全的顺服。总是你毋知影头前的路径，总是你看无，毋过你敢会当愿意完全的顺服，无埋怨跟对上帝的脚步。第二，你爱求什么？求上帝的同在，毋是求你家己，是求上帝甲你伫地。第三，就是无我靠家己，信用这条道路，就是上远的道路。咱是对人的一生到落尾拢爱来持守的，人就爱伫即个中间，搁较明白伊，搁较来改变诚侪下伫上帝心意的器躯。伫你的生命中间，我相信你愈追求上帝的祝福愈灵高。所以伫遮嘛，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信仰的内面，会当伫上帝的祝福下面领受满满的祝福甲稳定。咱做伙上甲来祈祷。
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拢会当透过今仔日男神主日伫即个所在做伙来聚会，有主你的平安甲祝福，伫阮软弱的时阵，当阮无愿意离开即个世事的所在的时阵，求主你来改变，互阮会当摒空家己，充满主你的话语，充满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阮感觉忝。互阮感觉有困难、恶担当的时阵，阮拢爱来到你的面前，找求主你的名。互阮感觉喜乐、感觉快乐的时阵，阮爱将一切的荣耀归荣光互你，帮助阮，互阮今仔日所有的领受，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阮安尼恳求、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